来看台湾民众党除了创党主席郭文地派官司，嘛正做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名单的中国配偶徐春英，嘛予伊违反反渗透法起诉。检方的起诉书佮记录真侪伊甲中共的官员直接佮有对话，嘛显示讲中国的统战渗透民众党，佮渗透台湾国会介入台湾的选举。今仔解破新闻，咱就要请苏眉来为咱说分明。是主播，这民众党除了是投拄只这郭文地的宣判结果去受到影响的，这两天呢，这民众党也真受关注的，就是这个因的新住民的一个前委员会主委去受到去检方的起诉。这个徐春英到底是虾米款的人物，做过虾米款的代志？咱做伙来看。这个徐春英是一个中国人，1993年时阵过来台湾，过去是捌做过中共国营企业的干部，伫咧咱台湾捌做过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、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。这回这检方起诉的内容当中是讲到，这徐春英长期甲中国迄边接触。甲伊互动的人，分别是这民政部两岸婚姻的主任杨文涛，另外一个是这上海市统促会副主任孙宪，两个拢是中共政府的大官。徐春英去年甚至是捌做假申请书，互这个孙宪暗砍身份来台湾。徐春英是长期甲中国迄边，甲因汇报咱台湾国内政局的局势，也佮有这言论发展的方向，甚至嘛有这接受中国迄边的指示，甲这大选指定的候选人来徛台，小想要影响选举结果。徐春英就利用这两条路来扩大家己的影响力，一方面是会当摕到中国迄边更较侪统战资源。另外一方面，伊也利用伊有动员中国籍配偶的能力，甲咱国内政党讨讲伊要做不分区的立委。亲像伫咧2023年的时阵，这民众党就甲伊列入不分区立委名单，是因为后续伊的统战背景去互压出来，才做无到。不过徐春英小想要插手政治，并无因为这不分区的立委做无到，这步就来结束。根据检方的调查，徐春英甲中国迄边是密切讨论这接班人是要安排互什么人来做。亲像这站因为国籍引起争议的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李正秀，就伫咧因的讨论名单内。中国就捌甲徐春英问讲，由这个李正秀来接班，敢有问题？讲到这，就有真侪人发觉讲，提供不分区立委席次的，拢是民众党。所以讲，大家都会真好奇，这民众党甲徐春英中间的线到底是安怎牵起来的？民众党的党主席吴国昌是讲，徐春英是由因海选选入来的。不过，说是去互亚康讲，徐春英早就捌甲民众党的高层见面食饭，有真侪讲法拢是甲检方的证据斗袂对同。不过，吴国昌依然是批评这起诉的内容拢是政治语言，是咧甲因抹红抹黑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，咱甲镜头交转去互主播。